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桃园读经会成立感恩礼拜。礼拜开始，安静默祷，请作业。让我们一起同心来赞美上帝，感谢神。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感谢神。谢神是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主在我旁，感谢神主在我身边，感谢神气量尊敬，感谢神主看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奉报，感谢神蒙福供应，感谢神赐我苦意乐，在绝望里的安慰，感谢神赐我快乐的，感谢神无彼此爱，感谢神赐罗盘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使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使喜乐忧愁，感谢神使天平安，感谢神使天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请坐。感谢主，我们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今天桃园分会的成立，我们现在呢要请全国各分会的我们的代表要进场，让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上帝，也要请文龙老师来为我们来吹奏，来感谢神。好，我们首先要介绍屏东分会进场，屏东分会。那么我们再来请高雄分会进场，好。那么我们再来要请台南分会进场。好，台南分会完了以后我们有台中分会进场，台中有埔里分会进场。埔里分会完了以后，我们有桃园复兴乡是原住民第一个分会也进场。我们要请金门分会来进场，感谢主。好，我们要现在今天下午要成立的桃园分会进
场，请掌声鼓励。哈利路亚！桃园分会读经会要进场。好，我们请台湾总会由廖理事长带领进场。我们都把荣耀归给上帝。感谢主这是我们目前各分会已经成立的这个状况。那我们现在呢，要先来恭请我们台湾读经会廖世梦理事长廖理事长，现在大家还站在前面，那我们请廖理事长来给我们致辞。我个人有机会领受了乌干达尼哥底姆牧师，他曾经有一篇的信息谈到房子跟房子的主人这样的一个比喻。他提到说，如果房子的主人离开了房子之后呢，那么房子就开始破败，可能杂草丛生，可能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在这房子里面重生了。那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房子的主人回到了房子之后呢，那么这个房子就开始修造，开始粉刷，这些开始除去所有的一切杂草，那么房子就开始恢复它就有的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个景象。同样道理，我们每一个个人也是一样，就是一个房子，就像房子一样。那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是属于主人的。我们这个房子，如果让主人回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来居住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房子就开始恢复，开始修造，开始建造，让这个房子开始恢复它原有的应该有的一个命定。其实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怎么样的让上帝就是真正的主人回到这个教会当中来掌权的时候，教会就能够复兴，教会就能够带动社会的进步，带动社会的兴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去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一些的不公义的景象、黑暗面等等。但是感谢神，我有一次参加国际祈祷早餐会，前年的国际祈祷早餐会的当中，有一位牧者特别讲了这段话，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动，一直持续到现在。他说：“教会兴旺，社会就兴旺；教会兴盛，社会就兴盛。”所以如今我们就回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来掌权作王？我不是自己属于自己，我乃是属于我们的主，属于我们的神。如何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来居住呢？如何让房子的主人回到房子里头来居住，并且管理这个房子呢？我就想到说，当我们各位牧者同工，当你跟你的弟兄姐妹，或者你的同伴或者你的家人在问他说：“你有多久没有读圣经了？你有多久没有祷告了？”这个在表达什么？表达说我们有没有让上帝回到我们这个房子里面居住，已经多久了？当房子的主人离开这个房子越久的时候呢，这个房子越破败。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读经的重要。今天台湾读经会在推动这个读经的运动，其实这就是读经会的牛肉。我们常常说读经会的牛肉在哪里？读经会的牛肉就是来推展读经运动，好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我们传道人或者我们牧师传道而已，
我们是要让全体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天天的读圣经，好让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能够扎根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好让我们的主人、房子的主人永远居住在我们的里头，使我们这个房子常常能够更新、能够复兴、能够修造的更加的完全。感谢神。所以台湾读经会其实是所有的众教会的仆人，所有的众教会的这个仆人，为了要来服侍众教会，好让众教会因着这个读经运动的感化，能够让推动每一个教会都能够来推动读经运动，并且落实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感谢神，今天能够在这里来举行这个桃园读经会的成立感恩礼拜，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知道，台湾读经会期盼在全台湾各地遍地开花，有地名的地方都能够成立读经会，所以非常感谢神，透过读经运动的推展，能够让我们全台湾所有的教会的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归正回圣经，并且能够确定房子的主人天天的居住在我们的这个房子里头，好让我们这个房子不至于破败，而反而能够天天的更新，而能够成为更多的人祝福。当我们这个房子修造的完全的时候呢，路旁经过的人一定会看到了这房子不一样。所以感谢神，我要特别在这个时刻特别的欢迎我们所有的在座的，不但是欢迎我们桃园迦南长老会，甚至欢迎我们桃园地区的众教会的同工们，更是欢迎我们从各地回到我们当中的这些的各地的读经会所有的同工们，来一起来庆祝今天我们桃园读经会的成立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非常感谢神，我想我们大家都一起按照神给我们的感动，让彼此互相的恭喜，彼此互相的激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负担。是牧师或者传道的，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大力的来推展读经运动。如果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平信徒，我们也能够积极来回应，跟牧师来同心合意的来配搭，来推展读经运动，好让全教会、全台湾的4000多间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归正回圣经。愿上帝祝福我们今天的感恩礼拜从头到末了，甚至结束之后，成为一个读经运动推展的开始。感谢神。感谢主，非常谢谢廖理事长。那么现在就请我们前面的各分会把你的旗子拿到后面挂在后面，那由桃园分会挂在这个前面今天桃园分会是主讲了哈，所以我们就把它希望大家都为桃园读经会祝福祷告，让这个读经运动是从我们本地开始我真是感谢主，最近到美国去这样50多场的，从纽约、纽泽西、北卡又到 LA， 看到整个华人的教会现在对读经运动非常的重视我到纽约的灵粮堂，他们这个教会现在每日研经释义感谢主，本来从100多本，现在定到400多本。纽约的灵粮堂，生命河灵粮堂。那么从美国回来，那么上个礼拜兄弟到高雄灵粮堂去讲道，礼拜六4堂，礼拜天3堂。这个教会
现在已经增长到1500人。那么他每日研经释义就定了650本。那么希望我能够去推动一下，让全教会都一起读圣经。这实在是看到圣灵的浪潮，一个来每天亲近神，每天经历神，每天遇见神。好，现在呢，我们就有一个非常简短来介绍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所做的一些意向与使命的简介。好，我们就请看 DVD。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经训，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人。以斯拉记7章10节。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于1961年由当时国际读经会纽澳东南亚区总干事艾嘉群牧师来台，召集教会领袖赖炳彤牧师、陈金红、陈竹君等人共同发起。第一任总干事林约瑟牧师。第二任总干事庄义礼牧师，第三任总干事张文德牧师，并展开第1期5年计划，增加会员，经济自立。1972年正式成为国际读经会正成员。1973年举办纽澳东南亚区读经会年会，并获总统颁奖表扬。1974年成立儿童部，推展儿童事工，并启动第2期5年计划，设立分会，推动读经运动。1975年开始成立早祷会。1978年，林昭信长老加入读经会，成为第1位终身会员。于1981年，与黄以尊、简宏基、张文德、贺世恒、陈定川等奔走下，正式成为社团法人。第4任总干事林道辉牧师，第5任总干事廖明花长老，历任理事长黄以尊、简宏基、贺世恒、陈义龙、陈定川、陈定吉、罗永士、刘瑞和、廖诗梦等。意向与使命。读经会的目的是要在台湾每一个城市和乡镇推动全年龄层的读经运动，从儿童、青少年到成人，都使用读经会的辅助材料，每日有系统的查考圣经。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的使命是根基于与教会配搭，向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阐明上帝的话，帮助他们每日读经、祷告、经历上帝，以致他们能建立个人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在言语和行为上愿意委身于基督，无论在教会或社会上，都能活出有生命见证的人。事工主要有以下6项： 1. 出版训练，按季出版每日研经释义，帮助人有系统以5年的时间读完圣经一遍。儿童灵修专用之特别时光读本，帮助传福音及推动读经运动的书籍展翅上腾。提供福音事工训练、儿童诗词训练、儿童布道会、青少年事工讲座、青少年布道会、个人传道训练、长职同工训练。2. 营会讲座、研经讲座、全国牧者研经培灵会、基督徒灵修会。3. 建立读经祭坛，我们极力于各教会各地区推广读经祭坛，以期让全家人以我们的每日研经释义建立家庭祭坛。为加强推广的工作，我们已成立金门、新竹、高雄、台中、台南、埔里等分会，也在未来的几年里，在各地区建立更多的分会。4. 在电话福音线施工，我们提供电话读经，目前有国语和台语以成人为对象，每位手上都有研经释义，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福音线及在导专线号码。5. 圣经函授课程，只要奉献新台
加入圣经函授课程的行列，于5年内按着我们所寄送的研经释义修完整本圣经课程。当你修完课程，同时通过每一季的测试，我们就送你一个毕业礼物，就是5年的研经事业合订本，价值2500元。6. 音乐宣教事工，配搭国际读经会艺人赞美团应邀至国内外教会、学校、监狱、工商行号等需要之处，借着诗歌见证领人归主，并委身于基督，加入读经的行列。希伯来书4章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比灵、骨节、比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试炼和主意都能辨明。台湾读经会是全国各地教会共同推动读经运动的合作伙伴。为了使所有的信徒落实每日归正回圣经，我们乐意在全国各地协助设立读经祷告祭坛，带动地区性的灵命复兴，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感谢主，读经会就是要弟兄姐妹每天亲近神，每天经历神，每天遇见神，每天要读圣经，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那读经会不分宗派，我们跟教会配搭，来推动归正回圣经，建立家庭的读经祷告祭坛，用我们每日研经释义的这样的信息一起来分享，那么让弟兄姐妹自己读一次小组或者团契，再加上主日信息，对这位弟兄姐妹他个人有很大的增加默想，把神的话永远记在心里。那读经会我们每年都有主办传道人牧者研经培灵会，用整卷的书，那么一卷一卷来推动释经、查经、培灵信息。那我们每年又有推动基督徒灵修会，让我们不同宗派弟兄姐妹大家相聚在一起，我们请有非常好的讲员一起来灵命造就，都回到圣经。那台湾读经会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代祷，因为不祷告没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多祷告多有力量。那读经会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参加终身会员。终身会员就是一次奉献2万块，一生一世，我们每日研经释义，每一句都会寄到你家，让你有系统把它读圣经。第二个，我们有荣誉会员，就是一次奉献5000块，在5年把旧约新约全部读完，成为我们的荣誉会员。我们会送5年的每日研经释义。那么第三是一般会员，就是1年1次，每次奉献是1000块钱，我们会送研经释义1年份给你。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每天亲近神，每天经历神，每天遇见神。最重要是神同在，让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耶和华赐福满满，让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如同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谢谢，愿神与你同在。感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希望大家多多为读经会祷告，在推动遍地开花，全世界华人都归正回圣经。好，现在我们要特别请嘉南长老会的诗班来为我们献诗，他们所要献的是虽然走过死荫幽谷。
谢主，虽然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上帝永远来帮助我们。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台湾读经会副理事长叶秀敏长老来为我们祷告。同心来祷告，赞美耶和华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主，你创造一切，你把你的话语立定在天地之间。主啊，你更把你所创造的，以你形象，你所爱的每一个人都放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来享受你的恩典。谢谢主，我们为今天下午感恩，让我们聚在这里，要为桃园地区成立这样的读经会的分会。能够在这里使读经的运动来这里更加的来推动。主，我们为这个事工在这里献上感恩赞美，求主你的同在，赐福兼顾这个事工，让这里参加这样来读经运动的教会，一个一个传播出去，更多更多，每个家庭里面早晚都充满着神的话语的声音，来润泽人心，来扭转人心，走你的义的道路，每一个灵魂都要来苏醒。主，赞美你，我们为下午感恩。感谢神，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你要建造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祷告，谢谢主，你恩待我们的年岁，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站在人和神的面前来见证。求主赐福今天下午每一个事工，都享受到你的荣耀、你的力量在我们当中。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谢谢我们的副理事长。来，接下来我们要请洪恩教会林伯寿牧师，也是我们桃园分会的我们的副会长，来读经，读的是《申命记》11章18到21，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我们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第一处在《申命记》第11章第18节到21节。你们要将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接下来我要用台语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恁着用我这话记伫恁的心、恁的脑，也着绑伫恁的手做记号，滴伫恁两蕊目睭的中央做纪念，也着用这甲是恁的囝儿，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呢，困也是起来，拢着讲论。搁着写伫你的厝的门徛，以及你的门，互恁的日子，甲恁的子孙的日子，伫耶和华对恁的列祖咒詛赏赐的地，得着加天济济，亲像天坎地的日子遐久。第二段经文在耶利米书17章第7节到第8节。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结果不止。台语圣经这样说：我靠耶和华，掠耶和华最伊所我靠的，迄互人有福气。伊要亲像水边所栽的树，旋伊的根伫河边，炎热到也无惊。叶犹原要青翠，伫打扫的年拢无看路，搁结果子无煞。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林牧师，把神的话这样的来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是遵行他的话，那么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唔免惊，感谢上帝。在上帝里面，他要永远给我们绿叶常青。好，来感谢上帝。
好，接下来我们读经会有一团叫做艺人赞美团，有中式、台式、华式以及艺术家、歌唱家，那么来随时都有到各处去做布道。像这次我到美国，那么我就带2位我们的唱歌的，那么再加上纽约又2位，就出去就是4位到5位。那么到各个地方有音乐布道，那么有培灵，有长职同工训练，有101的领人归主的训练，多方面配合教会的需要，还有推动归正回圣经，他们很多人得到很大的帮助跟回响。所以我们今天呢艺人赞美团首先由许文龙老师来为主献唱那么我们就请许老师来为主献唱。哈利路亚，感谢主。
我们徐老师，你看他这样，他是中过风、心肌梗塞，装3根支架，而且呢，他这个头啊，中风以后脑开刀，打3根钢钉在脑骨，再把它盖起来，这样能够活。而且他本来是唱男中音的，在金钟啊，因为开刀以后变成男高音，他现在被号称为台湾的帕帕罗蒂。都在国家音乐厅在演唱，感谢主，他唱歌不必麦克风，他也可以教很多的学生。所以如果你想要唱男高音这个美声唱法，他是最专家。好，感谢主，他有出一个出炉的非常好听的生命赞美诗歌可以支持做传福音的事工。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台湾读经会艺人赞美团。中视6等奖，过5关斩6将，得到全国歌唱比赛第1名。那么他很喜欢唱世界的灵歌还有世界的民谣，可是他最喜欢唱圣诗。我们就掌声拍手欢迎 Amy。展翅上腾的人生，乃是透过读经祷告。诗篇说。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谢谢主。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then I am still.And waited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天父。主耶稣，你来带领我们，常常在读经的祷告的当中来遇见你。谢谢你，天父，你高举我们，主，我们要更加的来高举你，帮助我们因着你攀登高山，渡过怒海，因着你可以胜过我们自己。你鼓舞我攀登无数的山岭，你鼓舞我渡过狂风怒海，我坚强，当我靠在你肩膀，你鼓舞我能胜过我自己。哦耶啊，谢谢你天父。当我灰心失望的时候，笼罩我灵深处，烦恼临到，重担压肩头，在寂寞中我不言不语等候，直到你来与我片刻作戏。你鼓舞我攀登无数的山岭，你鼓舞我渡过狂风怒海，我坚强，当我靠在你肩膀，你鼓舞我能
能胜过我自己。我邀请你一起来唱来。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大声来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I am strong.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Hallelujah.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Ooh, ooh, ooh. 哈利路亚！谢谢 Amy。那么我们一起有同工将近30年，到台湾各监狱、学校、教会、海内外，也到美国、到各地方去做布道。那么今年还到中国大陆，到北京。北京的海淀教会，海淀教会是3支教会，一个教会7000人。我们请 Amy 老师唱歌，许文龙老师唱歌，这个7000人的中国大陆的这个弟兄姐妹震撼，他们唱歌，地下在听的就流泪了，实在是没有看到这样的生命之歌，摸到他们的心。感谢主，上帝开了中国大陆的门。也又到北京的朝阳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5000人，神就开这个门。又到南京，南京的圣保罗大教堂，那个教堂是6000人，那个牧师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感谢主，我们把福音带进里面。那一天刚好受洗60个人，他还是给我们1个小时来献诗、传递信息。我们不必再向3次去登记。因为我们读经会跟夏威夷大学、跟北京大学，我们有成立一个宗教哲学系，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去那边读，你就可以拿到北大的这个文凭，可以就在各地方去为主侍奉。上帝开传道的门，然后我们又到南京的金陵协和神学院。是中国的神学院的大本营，上帝也开了这个门，让我们能够到那边去讲道。他们本来都已经周报都印他们牧师讲道，最后说看到我们去，感谢主，他们只有收15分钟，那其余的1个小时又给我们，所以实在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快再来。当我把每日研经释义一介绍，所带去的全部拿光光，都要用买的哦。实在不是像以前用送的哦，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一样，我们要感谢主。那么在3个月前，我们龚建成龚牧师感谢主，他美好的安排，我们也到湖州，福建的湖州，这个教会感谢主，圣灵大大动工。这个教会是尼拓生所开设的教会，是集会所的大本营。那个教会2万人，有自己的神学院。我邀请我去白天上课，大概安排连续5天呢，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半，晚上还要布道培灵。那么牧师那他的负责长老又邀请我说：“廖长老，明天我们有早祷会。”我说：“好，请问几点？”他说清晨5点钟，早上5点钟祷告会啊！我们同工一进去啊，全体一律跪下，80多岁老奶奶、老弟兄一律跪下来，鸦雀无声，安静。到开始祷告第一炮一下去的时候，叫做祷告接力赛，一棒接一棒，一棒接一棒，一棒接一棒，没有冷场。祷告到5点到6点，6点到7点读圣经，读1个小时，
读完以后，每一个要交通分享亮光。你今天所看的亮光是什么？马上起来，在1分钟当中，你要把它诉说出来。哎呀，我本来是给他赔零的，最后是给他赔回来，因为人家比我们属灵1天2个小时，跪下1个小时，读经1个小时。请问在座的同工们，你我1天亲近神，建立读经、祷告、祭坛多久时间？感谢上帝，这位负责长老，我一介绍言经释义，就给我买1000本。哦，现在大陆是大张口1拜1000本呢。他说1000本是给这些组长，再来看圣灵的带领。也过来，预告明年的5月母亲节，有可能哦。我们本来要到马来西亚，但是最近他们又组团来台湾，我们可能会组几百位牧师团到福建中州堂去学习。我们也到住在饭店2天半来灵修，2天半去参访这个教会的复兴的秘诀，或者是顺便 tour。希望大家可以预备起来。读经会就是提供一些属灵生命，让弟兄姐妹，让教会开眼界，而且能够用生命影响生命，建立读经祷告的祭坛，来荣耀上帝的生命。好，刚刚艾美啊，她所唱的有她的特别超值的哈，她今天也有带来，她是靠福音养生的。我们要支持这些在为主传道的人啊。那么整套特价4片，还送2片，哦，4片还送2片，这样才卖1000块钱，哈。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等一下到后面啊，可以去订购来支持这样的工作。还有后面读经会有许多的这些属灵的书跟 CD、DVD 讲道集，也可以在那边来订购，来荣耀主的圣名。好，现在呢，我们就要来恭请长老会新竹宗会的议长林习和牧师来给我们勉励建立家庭读经的祭坛。好，林牧师。廖会长，各位家大家平安。刚刚廖理事长也讲了哈，因为他唱了之后本来1个小时只讲了15分钟就好了哈，所以应该不用讲太久了。不过我刚刚听到许文龙唱歌哈，然后又谦卑顺服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仆人的样式哈。那要看到每个读圣经就会有智慧，所以我就用一个智慧的主题哈，建立家庭的读经祭坛哈。那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在讲说，卖辣椒的女孩哈，因为有一个人他读完一个教战手册哦，怎么样去卖辣，怎么样去做生意哈，把生意分成2堆哈，就说那在卖辣椒，然后那个故事在讲说，他学会了这样子的一个技巧之后，然后想要去市场上来用看看，他跑去一个市场，然后看到一个人在卖辣椒，他就跑过去站在旁边，看他怎么卖辣椒。因为卖辣椒，他通常都问你说：“你的辣椒辣不辣？你的辣椒辣不辣？”哈，他就讲辣也不是，讲不辣也不是，因为他不晓得客人的要辣还是不辣的哈。万一你讲说辣的，结果客人想要不辣的，他就离开了。那这个人学了这个技巧之后，就跟着这个跟卖辣椒的女孩讲说，你为什么把辣椒分成2堆哈？然后这个女孩子就看一看，就笑一笑，说不用，用不着。然后她就一直在旁边看他怎么卖辣椒，果然客人来了哈。因为这个故事我们用在阿美族身上很类似，阿美族的就是很会唱歌哈。我们有很多阿美族，因为我教会有很多阿美族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跟我讲，牧师，下一次你要出去募款的时候，可以带我们去就唱歌，真的。用歌唱真的是能够感动人哈。这个人去买辣椒的时候，就真的是问他说：“你的辣椒辣不辣？”这个女孩说：“那个浅色的不辣，深色的很辣。”
结果他们就很多人就挑了深色挑走了，挑完深色之后就剩下浅色的。这个人，这个通过学识知道说怎么去卖辣椒的人说，你要不把那个浅色的分成2堆哈，不然怎么卖哈？结果那个女孩子说不用，用不着。等一下又有客人来问说，你的辣椒辣不辣？他说长的比较辣，短的比较不辣。哇，这个卖辣椒的，这个很多人就开始挑，把那个长的都挑走了，因为通常买辣椒都喜欢买辣的。果然剩下一些比较短的辣椒，但是这个还是不死心，在旁边，你还不赶快把它分开？还是不用，因为太阳光一晒晒了很多辣椒，因为脱水就比较软一点。客人又来问说，你的辣椒辣不辣？他就讲说，那个皮比较软的很辣，那皮不软的不辣。结果他的辣椒全部都卖完了。这个女孩子哈，她就要离开之前就跟那个人讲说，我跟你讲哈，把辣椒分成2堆，这个是每一个卖辣椒的人都知道的哈。每个人就说，意思你这个方法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哈。那我的方法只有我知道而已。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哈，有很多智慧。那智慧需要用谦卑的态度，用顺服态度，我们就会得着。牧师为什么要用这样讲？因为我曾经看过祭坛，然后我们在想一个小小的问题哈。亚伯拉罕曾经是建立祭坛的第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老祖宗哈，他建立的祭坛。那神也真的是因他的祭坛就赏赐给他的孩子。但是当我们在看那个12章，甚至从11章底开始在看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拉从巴比伦的乌尔带着他们的小孩子离开乌尔之后，一直到哈兰，最后到迦南，到了摩利，中间没有任何事情来记载说他曾经建立过帐篷，但是一直到他到了摩利旁边他建立了祭坛以后，神的祝福就来了，他的帐篷就变成一个很宝贵的地方这是一个智慧，这是一个智慧。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神就会让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我们应该有的智慧。我们要有智慧，读经就有智慧。就像我刚刚在看我们这一本资料的时候，警醒预备主再来。因为我曾经分享过，那有10个童女，有5个她有准备油，有5个没有准备好。当然，所有的这10个童女都睡着了。后来新郎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叫他说：“新郎来，你们赶快起来预备。”通常我们就觉得说，是那5个有准备的他比较聪明。但是我们都忘记还有一个人，他们就叫他们起来，那个人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他没有睡着，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等到新郎来了，把那10个童女都叫起来了。读经要建立一个家庭的读经祭坛，我们就是要成为那个叫人家起来的人能够成为那叫人家起来去，你们要来读圣经的，你们要读上帝话语。当我们的会长给我这篇评论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当我看圣经，他写的都是在祝福。当我们能够依靠耶和华，能够抓住耶和华成为我们依靠的即使有很炎热的天气来，我们仍然不怕，因为叶子仍然不会枯干，仍然是很青翠的仍然我们会结果实满满的。虽然说这有很多这些困难来的时候，但是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记得，因为牧师还就很年轻所以说我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就想着以扫讲那段话。我们准备了很多了但是那个要献祭的羔羊在什么地方？当我在讲一下，不是说我们料理市长我们做的真的是很棒真的很棒，因为但是。最近我跟我们家庭也是我们一阵子大概有半年几年，我跟师母2个人就开始每天早上起来大概5点多开始，然后一直到6点，然后我们都会在一起来敬拜一起敬拜。但是我们看的是比较短一点的是每日灵粮，下一次我会改进开始用每日读经释义我感谢神感谢神。当我们在一起在读经，一起在一些敬拜赞美后来我们看那个是一个祭坛。
它是一个祭坛。当我们愿意把一件时间分别起来，把一个地方分别起来，我们一起来读经、敬拜、祷告、赞美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祭坛。因为有祭坛，我们的帐篷就有意义了，就像那个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一开始，他从乌尔一直到哈兰，一直到迦南地，我相信他建了很多的祭坛，建了很多的这些帐篷，但是圣经上完全都没有记载起来，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建造祭坛，一直到他祭坛建立之后，圣经上开始说他在旁边支搭了帐篷。这是我们生命要如何有意义，就是我们个人有祭坛，我们的家庭有祭坛，我们的教会有祭坛，我们的工作场所里面也有祭坛，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更有意义了。很感谢廖理事长，感谢牧者一起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跟他一起分享，这是我刚刚有讲那个羊羔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单单只是要得到这样说，叶子还是青翠的，我们仍然能够结很多果实。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如何献上我们自己，就像保罗所讲的，从过去是把我们身外所有的献上，一直到把自己献上，甚至说要把自己当成活祭献上，要把过去我们能够怎么讲致死掉，而是当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才是活祭，才是活祭。那天我牧师就看到保罗在讲那段话，讲说，那个种子如果不死，永远只是一颗而已；但如果在地里面死了，将会结出很多果实来。但是牧师在讲那个种子，不管什么时候种下去，它都会能够长出冒芽出来，都能够结实很多，因为它里面有生命力。我们通过读经，就是要把生命累积在我们里面。每一天我们读圣经，神的话语就在我们里面累积我们的生命出来。不管什么时候，我们时间到了，时候对了，我们就可以长出冒芽出来，可以长出新的生命出来。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圣经上说，落在好土里面，才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那牧师用这几段圣经跟大家一起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然后真是要落在好土里面。牧师记得有一段这是色戒，就是一部电影里面有一段话，很像武侠小说的对话。他说：如何让一滴水永远都不会枯干？如何让这一滴水永远都不会枯干？就另外一个人讲说，我知道，把它丢到大海里面，它就永远不会干了。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为了众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奉献就永远不会被看，不会消失掉，我们的生命就永远都不会枯干掉。这是牧师跟大家分享的希望我们通过读经，通过祷告，这是一个上帝的网络上帝的网络。最近我们看很多人同时间上网，可以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可以在很多的网站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享用。当我们一起来读经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进入上帝的网络，然后我们可以同感一灵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络里面，我们可以彼此来分享，彼此祷告。这就是建立祭坛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可以同感一灵一起来服侍神。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这地方。我们感谢神，让桃园读经会能在这里成立。也求主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家庭里面来成为那祭司，成为那献祭的人。主，让我们每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建立家庭的读经祭坛，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能够看神话语，更能够去帮助人的人。献上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李牧师也是我们新竹中会的议长真是感谢主给我们非常好的勉励。
他刚讲说他有读这个每日灵粮，非常好 ，all day play， 我每天都读。我现在每天有读几个版本 ，all day play， 每日灵粮，那么荒漠甘泉、真理之窗、天国之窗，这个都是点心。但是这一本是正餐，因为它有系统，让你出埃及进迦南，但是点心也要吃。所以我一定点心吃完，再来读这个，真棒！我家的读经祭坛，每一个礼拜六早上7点到8点半，建立读经祷告祭坛35年。我太太要准备早餐，煮地瓜粥、番薯口麦，大家都爱吃番薯口麦。1周、2周、3周，最后大家说你很辛苦，就开始烧饼油条，有时候蚵仔米线，有时候就是各种的菜包等等。最主要是来读经祷告的祭坛的建立，而且分享，每一个人要分享，还有祷告的时候，我们全体都跪下祷告，一起学习谦卑，而且祭坛要有祭物。现在很多人的祭坛已经没有祭物了，而且有的人不要说没有祭物了，连火都没有，这会花起啊！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建立读经祷告的祭坛，有祭物，有圣灵的火在点。我相信你所做的工作，有祭坛在为你祷告，还有圣灵的火在烧，你脚掌所踏之地，耶和华是否满满？因为上帝是听祷告的神，阿们。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这一本研经释义，我得救38年，从吃香灰拜拜的家庭到现在38年，带我信主的牧师就是送我这一本，从那一天送给我，我就读了38年，每天早晨起床，不读圣经，不吃早餐，这是我跟上帝的立约。每天早晨起床没有祷告，我不敢摸神的圣工。我如果没有祷告，我不配上讲台，我不配来当招待，我不配来装音响，来做这个任何的接待等等。上帝是圣的，所以侍奉的人也要圣。我自我要求，没有想到在我家的早祷会，我还开放半宵祷告。通宵祷告，竟然从我家的祷告祭坛就呼召50位的传道牧师。不要小看一个家庭开放的一个读经祷告的祭坛，我里面有医生的，当医生的献身当牧师。我们的陈牧师我们的青年牧师博智牧师，他的爸爸就是在我那边读经祷告的祭坛。现在当牧师，还有霹雳小组大队长，你们听过吗？是空手道、跆拳道，那个百发百中的，那个10块砖头他一批全部都可以裂开的。他管了1000多个警察，他到我家参加读经祷告的祭坛，他每一次都带霹雳小组的队员来我家，每一次带3个2个3个2个，他来都眼睛给我眨3下，这样表示说这些警察都没有信耶稣的。我就开始给他101个人谈道，一次节制3个、2个、3个、2个，就在我家就带100个霹雳小组的警察信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在我这小小家的祭坛就成立了警察团区，他们就弹着吉他，我们是一群警察，我们警察也是人。希望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季节包娼、包赌包交经、包查某经，季节收红包。我们成为人民的保姆，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不是抵押兵。哇！上帝就这样借着这样，很多人信耶稣，像洪荣宏、洪一峰都在我家聚会。这圣灵就这样一直带，一直带，一直带。
这样已经30多年的祭坛，还有祭物，感谢主，还有圣灵的火在烧。我今天早上在我家的祷告会已经为我们这里祷告，都全体跪下来，几个弟兄姐妹不分宗派的，就在为我们祷告。感谢主，我们桃园分会成立是3月份就成立祷告会，已经祷告的祭坛烧到11月份，是全台湾读经会设立分会是好久顶暗地，因为祷告最久的。阿们。来，我们特别为桃园分会感谢主，赞美主啊！这个一切的圣功啊，都是从读经祷告开始啊，一定要有神的话，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有神的话，再加上祷告，如鹰展翅上腾，双翼啊，缺一不行啊。只有祷告不读经，一个翅膀不能飞啊。你祷告不读圣经，安尼干那祈祷，无上帝话也未飞啦，就干那一支尔。一定要双翼，让我们都能够遍地开花，荣耀上帝的圣名。感谢上帝，我们要非常谢谢啊，刚刚出炉的啊，4天前才成立的分会竹东分会，请你们站起来，来，竹东分会啊，你看，好，我们的张会长举手，哦，感谢主，副会长举手。哦，感谢主！你看，哎呀，后面都是牧师举手，苏牧师，哦，哈利路亚，换牧师。你看，刚小助呢，4天前在竹东才成立，他们今天就谦卑受教的心要来学老大哥。他说我要来看看桃园怎么成立的。我们开始明年新春第一炮，他们要成立感恩礼拜，所以我们桃园呢，我来带一堆来个祝福这里，安尼好不好？好不好？感谢主啊！我们非常谢谢竹东这个客家庄啊，现在客家庄是少数当中要开始站立起来，阿们。好，为他们的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好，谢谢。还有呢，感谢主，我们的好朋友从印尼来的啊，今天从印尼来带来祝福。印尼的坤甸也是哈嘎的啊，也是这个来。熊牧师、熊师母啊，请你们站起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哇，非常高兴。还有我们的那个李牧师，李牧师，你那个李长老，请你也站起来吧。好，来，感谢主，哇，他们都是这样的来，特别来祝贺，说今天呢，我说这里有感恩礼拜，他是因为我华福会去印尼巴厘岛开以后，我就跑到他们教会去布道。哇，他们的教会全部都是客家庄啊，还有他们做的是孤儿院啊，非常的感人啊！哎呀，没有想到呢，我们熊牧师呢就来到我们当中。我说我们桃园分会要成立，一定要来，他们终于来了，再一次掌声鼓励，荣耀归给上帝。好嘞，谢谢。好，请坐，请坐。实在是看到圣灵已经在动工，实在是庄稼熟了，弟兄姐妹们，绝对不要再无休无令了。我们对主就是一生奉献给主，献上活祭啊！趁着还有的日子，要委身给主，来荣耀上帝的圣名。好，我们现在就最精彩的就是要就任啊！我们要特别我念到的名字啊，我们就请他们出来。但是会长出来啊，那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起都出来哈啊！安尼相相对对，大家也当晚年富贵了哈！感谢主。好，我们要请郑正仁牧师师母啊，他是我们的桃园的会长啊，师母感谢你出来。好，那么我们请林伯寿牧师，是洪恩教会的林牧师啊，师母来哦，师母不来哈。好，再来书记谢国正牧师啊，请谢牧师也来出来，我们为他们感谢主祷告。那出来大家都掌声鼓励哈，热烈的欢迎啊！灵修谢文忠传道。好，我们请谢文忠传道也一起感谢主、赞美主啊，都是我们的老战友哈，感谢主。会计龚建成牧师，哈利路亚，他从菲律宾来的，哈，感谢主，他来菲律宾做宣教的工作，菲律宾宣教的工作，那么神恩典，那么我们请委员啊，陈柏志牧师来，委员也出来哈，委员陈柏志牧师这个。再来是许陈凯传道啊，来感谢主，
吴伟华传道，吴伟华、张义琪传道，陈素琴姐妹，陈素琴姐妹，好来，感谢主都来，沈建造弟兄，季黄协姐妹，魏新妍姐妹，这个李淑妮传道，还有吴素美，还有。林顺正长老来，请你黄长老吴丢六来，请你出来恁两个都出来感谢主，这是我们桃园的团队，桃园读经会的团队，我们呢大家呢都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因为我们的祷告这是成为支持他们最大的力量，好不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要请在座的牧师，还有我们读经会的理监事。我们都出来，我们等一下要为他们来按手祷告。那么现在呢，我们请大家都站起来，来同声呢，来为他们来这个举起圣洁的手，我们为他们祷告。那现在请我们的理事长、副理事长以及我们所有在座的牧师换牧师等等你们就出来。你是牧师的，请你都出来你是牧师的，请你出来，我们为他们来祝福祷告，请在座的牧师，我们都出来，我们为他们来祝福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我们同声开口，举起圣洁的手我们特别为我们所有的这些我们的桃园的我们的同工，为他们祷告，求上帝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好不好？那我们现在请我们同工们我们跪下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跪下来我们跪下来。那我们大家同时为他们祝福祷告。那么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也要特别请范炳天牧师祷告完，再请范牧师也来为他们祷告，还有尤道兰牧师也来为他们祷告。好，我们大家同声开口来为桃园我们的会长郑牧师在嘉南长老会的牧会，他们整个团队。有聪明智慧的灵，谋略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使他们所做的凡事亨通，带领整个教会归正回圣经，来荣耀上帝的圣名。熊牧师你也出来我们也为他们来祝福祷告，好不好？来，我们有牧师的全部都出来，来为我们所有的同工来祝福祷告。好，现在我们大家同声开口来为他们来祝福祷告。哈利路亚！感谢圣父、圣子、圣灵，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特别为桃园我们读经会的事工来祷告，为我们的会长郑牧师师母以及副会长我们的林伯寿牧师谢国正牧师以及这个谢文忠传道以及龚建成牧师以及所有我们的委员，我们同工都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让他们同心合一来兴旺主你的福音。主啊，你特别恩膏他，你是给他智慧聪明的灵，磨练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使他们所做的横事亨通顺利，推动归正读圣经，建立家庭读经祷告的祭坛，来荣耀上帝的圣名。愿一切的颂赞、荣耀、爱戴归给在宝座上的父神。主啊，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求主你都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喜上加喜，一切荣耀归给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统管宇宙万物，统管整个世界，也统管整个教会，也统管我们读经会的在宝座上的上帝。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尊贵归给你。感谢主，在今年3月到这时候，你一直透过嘉南长老教会郑牧师，还有教牧同工、读经会的同工，一直在面前祷告，来领受这个意象，愿意在神面前来推动整个祷告祭坛、读经祭坛，求上帝的圣灵的火燃烧在当中，让所有的团队在你面前领受从天上来智慧聪明，也让他们能够有始有终，带动整个桃园地区教的属灵复兴。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来归给你，求主从今天开始，让他们立定心志，在你面前永不改变，手牵手，心连心，为了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勇往直前。将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真是要把迦南教会郑牧师师母以及他的伙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圣灵亲自与他们同在，借着各个干部，无论在教会，在任何的职场上，都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息，读经的信息，能够带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天父，谢谢你！我相信在干部所有的团结的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我相信更要带动他们所有的信徒以及周边的环境，能够回归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请廖理事长来为他们最后的祝福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把推动读经运动在桃园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任务交在我们桃园读经会的所有的众同工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宣告：主啊，你要亲自的恩膏给我们在郑牧师以及林伯寿林牧师，还有所有的其他的众同工在你面前。蒙受主你的厚厚的恩膏在他们身上，借着他们同心合一的来推动，使得我们桃园地区的所有的众教会、众弟兄姐妹以及他们的个人的家庭，也都能够建立读经祷告祭坛。阿门。主啊，我们深信主你要亲自来带领这样的一个团队，主啊，并且能够成为全台湾众各地的读经会的榜样。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更愿主你来亲自在我们的台湾读经会总会的所有的众同工身上，继续的显明主你的厚恩，借着我们提供的资源服务，使得我们的各地的读经会，特别是桃园读经会，能够刚成立的阶段，更是得到最好的资源。主你自己来亲自的引领，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拍手欢迎，我们请同工站起来。那么我们请我们的牧长跟他们握手我们的同工贵宾来理监事会，我们所有的会长都出来，也为他们来握手来。那个张会长，我们在座的同工会长都为他们按手，耶和华祝福满满感谢兄弟。我们的桃园一级棒感谢主，大家那个阿秋我们这个是有恩膏的手，你看从印尼来的感谢主我们你看我们有不同的族群，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愿意都把恩典都流入在我们桃园当中，把荣耀都归给上帝，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阿门，赞美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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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请同工请就座。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恭请桃园读经会我们的会长郑牧师来讲感谢的话。廖理事长、廖总干事以及各位牧长，还有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明天就是我们的代降节第一主日。我们教会的行事历是从明天开始进入2012年那也是，而且刚好明天也是我们的感恩节的主日那所以我们选在今天来成立这个桃园的读经会成立感恩礼拜，其实是我们有特别计划是要用这个日子那刚刚一直讲到说我们是3月开始的，其实我们是1月1月10号的时候廖长老就来桃园的地方，然后有发信给桃竹苗这附近的教会，说牧者能够一起来，为了要成立。那时候因为1月10号过去，我们再就碰到的，我们过年是2月2号是除夕，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定说，我们2月过完除夕过完的时候，我们再来举行，开始我们的早祷会后来我们是在2月9号开始的，2月9号，今天是11月26号，我们是经过这个10月怀胎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应该是很健康的宝宝了那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感恩那我们现在是每天
每个礼拜3的早上7点半到8点半，我们在5楼的地方哈。其实也是一个跨教派。你看我们这中间，其实我们长老会只有几位而已，其他都是别的教派的哈。我们也陆陆续续在，而且不一定是牧者我们这边我们有平信徒哈。那大家就那一段时间，大家就用这个每日研经释义，那大家读经，然后顺便来分享这样。那我们也感觉到，在教会其实长老会里面，我们一开始都有读经运动，那是我们已经用好几年都是用新眼光读经那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读了这之后呢，牧师就开始在会友中间来提醒他们，我们希望明年的时候呢，也可以增加这一本，因为新眼光读经的话，是从 reader 从读者的眼光在看圣经的时候，他的阐释是怎样，他的诗意是怎样。那这一本的话呢，比较属于是从作者的眼光来看，我们从一个很基本的圣经里面的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是另外一个不同角度在能够对圣经能够更了解，所以呼吁我们会有中间有更希望能够进一步来了解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把2本合并起来看的话，你又有原来原文的意思，然后再加上你还可以对我们在生活中间的回应那应该会蛮好的那在这种转变中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采取比较温和，就是只是呼吁愿意的话呢，可以到楼下去登记我有看过，我们1张纸已经登记完，再登记第2张我们看到有更多人，然后开始明年开始教会也要准备有一个查经班，也是看这一本的。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建议大家能够更认识上帝的话语，回到上帝的话语，然后做基础之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呢，我们才能够走出神所喜悦的道路出来所以在这我们感谢其实我们一开始是觉得说，这聊天了叫啰嗦那一日干卡电个哎呦，你有听没有？他真的是无迷无迹的呢一直催你一开始就觉得是怎么这么烦，就突然想到那个圣经节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寡妇去找一个官长，为了要叫他要申诉怎样，到最后说好了，有一点类似像这样子不过后来我们觉得蛮感恩的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成立了桃园的读经会。那在每个礼拜3，大家很高兴就起来，然后就开始在读圣经。我们盼望把这个喜乐也带到我们的会友中间。所以明年开始，我们礼拜2晚上有一个查经班然后就是也是这样看同样。礼拜3早上有早上，看一下选择哪一个时间都可以早上也可以，晚上也可以让大家一起用上帝的话语来当做我们在我们的道路上面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所以在那我代表桃园读经会呢为了廖长老的这种不嫌烦的这种精神呢，献上感恩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嘛但是另外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复兴乡的我觉得应该你们要讲说你们真厉害你们好像没有多久就已经成立感恩礼拜了我们是经过10月怀胎才出来的不过我们献上感恩了也有昨天又听到说竹东也开始了真是感谢神我们盼望这种读经会在各地都能够遍地开花，然后花不是花遍地开花，让每个人都能够用上帝的话语来当我们的帮助那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在1楼的地方，我们有准备这个点心因为我们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我们就有点灯礼拜因为正式进入我们2012年，然后我们的圣诞节的灯开始要点起来，所以我们先点的啦其实7点才要点，还有我们走廊也有点，所以我们好几个地方都有这种圣诞树我们要一起点灯起来，然后在外面的时候要唱歌，然后让大人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办这个切操和大家家啦不过我们在1楼的地方，我们有弄一些点心，希望大家一起来享受。好，谢谢大家。我们郑牧师实在是他是社会经验非常老道，才喝酒点暗地这大架给满题了到最后现身当传道人不简单，实在是他很清楚意向，很清楚神的呼召，所以他说主我一生就走这一条献身的道路。他本来是做非常好的事业的人，但是愿意把最好的奉献给上帝，所以我都一直在学习了
啊，能够他有这样的精神啊，有的走上社会当老板的，他就一去不回头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还能够来奉献给上帝，这是最大的福分。好，我们要一起来献诗，来感谢上帝宝贵实价。这是由桃园读经会全体同工哈，哇，他们呢要来为主献唱，我们呢掌声鼓励，来，我们桃园读经会宝贵实价，来再一次掌声，好，来，咱的议长哈，议长嘛欢迎你来加入啦，你有若是桃园区的，你这拢你的管区的啦，啊，来请议长一起来唱啊，来，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谢谢桃园读经会这么美好的诗歌，这个叫做生命之歌。
那我们也要谢谢我们的这个康佳怡姐妹来在里面，哇，我们也要鼓励她，她是在这个隐藏当中弹钢琴哈，感谢主，谢谢，把荣耀归给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请许文龙老师啊来为我们来献唱啊，上帝借给他的歌声，一个经过死荫幽谷的人，而且能够唱出啊神给他的恩膏的生命的歌来见证主。好。他所要唱的是主导文。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上帝。谢谢。好，那我们感谢主，我们读经会有金门的读经会是最先开始的，在前线就有读经会。那么借着金门读经会现在影响到厦门，他们都把读经释义用靠了主的恩典传一过去30分钟就是厦门。他们已经进入在厦门的事工，我们要感谢上帝。那么有这个金门读经会，再来新竹读经会，范炳天牧师请范炳天牧师来。我们今天有一些来给我们，你有没有节目啊？好，他跟师母要再为我们桃园分会来给我们献诗，这实在是很难得哦。但是范牧师是客家人。而且呢，他委身在客家庄，他自己多才多艺也会各种的乐器来赞美上帝。他会把很多的歌把我们的这个客家的这个一般的民谣改作客家，给客家人来唱他们所编写的歌。今天唱国语的今天要唱国语的哈。好，感谢主因为范牧师，我跟他一起同工30多年了。感谢主，他从年轻的时候，现在还是很年轻，那么就拓荒自己在开荒我们是在30几年前拓荒峨眉咱新竹的峨眉峨眉，那么他就是第一任的在那边做宣教师的工作，到现在
现在这个教会带很多青年人来信耶稣，我们真是要感谢主，赞美主。所以我们读经会新主分会的会长就是范牧师，是师母，他们呢现在带来他们最好的这样的手风琴来赞美上帝。好，因为师母，我本来坐轮椅站起来。好，那个今天很高兴能够代表我们新竹读经会来参加我们桃园读经会的成立感恩礼拜。那我就代表新竹和竹东合在一起我们唱首诗歌，就耶和华是我牧者，用国语来唱愿上帝祝福。实际上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求主借着你们，使更多人得福。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分会我们的这个范牧师师母，他们委身在俄美，他现在已经训练一批全部都是外邦人的年轻人，组织一个敬拜赞美团，到各处去可以去布道传福音，非常强实在是感谢主，他们埋在那边就30多年，所以一粒麦子若不埋下去，就不能有30倍、60倍、100倍的成长。我们要看到一个人在一个客家庄老实讲，客家庄穷乡僻壤，没有人才，没有钱财，没有教材，三才都没。但是感谢上帝，耶和华成为他们的依靠。他们现在你看，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疆土，现在已经有带一批年轻人，大概几个那个方牧师，40个年轻人都是第一代信耶稣的你看，在客家庄硬土水气他埋下去，现在已经有40个年轻人敬拜赞美团，到各处去可以去布道传福音，阿们。好，那么屏东的有没有代表？那个有一个屏东的有来不？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各分会都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祝贺我们。现在我看我们就请我们的叶副理事长你代表来给大家做一个谢谢感恩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再给我们鼓励一下我们叶长老感谢主，他是上帝所重用的就我们也一起同工这个30多年了上帝很奇妙的带领，来我们来给桃园来给鼓励一下感谢主，今天来到这里，从廖长老我要讲一个你们不知道的见证。我以前
不是出来这样侍奉的啦，以前都在工作赚钱。有一天，因为我阿公以前40、50年前、50、60年前布道的时候，廖明华是小孩子啊，这么小坐在大树下听我阿公布道的。然后长大了这个因为我阿公在糖厂工作，他们家就住我家斜对面，我们都住糖厂宿舍，在云林县。那我是跟他弟弟是同一阶层啦，他弟弟跟我同班啦。廖明华我是不认识啊，可是我都到他家有罐头柜，知道吗？那个小孩子玩那个泥土泥巴掉要砰，我破一个洞这样。我就不会玩泥土，所以都到他家，他们会去抓泥土，我就一起玩。那长大了他成为基督徒，那跟我阿公有很多的这样连结。那有一次，阿公跟他讲说，你要去找我孙女，把她叫出来。结果他就毛遂自荐，就到我的那个公司，我在建设公司上班。他就去说我是廖某某怎么样你阿公叫我来的，然后他就邀我出来了，就这样一出来我就没有回去了，就这样我看30年以上有啦。那实际上我被他的热情，这种 passion。我刚刚郑牧师讲过，我要插旗一直插，真正是那个热情不断，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才是我们最需要。你看那个在菜市场卖菜的，他卖了几十年，或者是卖什么内衣裤卖什么，他卖几十年，我都会去问的，会访问你卖这卖多久？我这卖20年，卖怎么样？他的热情不断。所以早上在另外一个市场，下午又搬到另外一个市场，明天又换一个市场，人家几十年不断，每天都宽那样物件，把包怎么样搬来搬去，运来运去，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热情导致你持续下去的成功。刚刚听到郑牧师说有晚上的，也有早上的，我就阿们了。确实需要这样子因为早上赶上班有的怎么样，那晚上下班，我可以来，这就是我们服侍别人很好的一个服侍的方法各种人，我们保罗说我们为此劳苦尽心竭力，要把人完完全全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那廖长老和我们的廖理事长两个好料两个好料料在一起，真的是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祝福啦也在这里祝福桃园地区还有我们众教会大家的连结。今天也看到我们林希尔牧师15年没有见面，今天见他最早出来当传道的时候，就是在我台北的西湖长老教会。那时候他很年轻是这个现在还很年轻我记得他第一句话给我讲什么？他说：“你看我这样，我身上缝了400多针了。”我说：“你为什么缝400？”他说：“这是神机神选了我出来。”他大学毕业那一天就发生车祸，结果同学都死了好几个，神留他昏迷好几个月。他的阿嬷坐在医院那里祷告祷告，读经祷告，他每天昏迷不醒每天昏迷不醒。阿嬷就这样祷。有一天他突然下床，醒来了，我要去教会做礼拜，我的衣服在哪里？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找衣服，所以他是很好，神特别选的这一个我非常喜乐的一个好弟兄那也良在我们当中还有范牧师，这都是我非常尊敬的，非常尊敬的，我很钦佩这样。有时候我们也想说想来想去看到这些都这样，我们真的是再次鼓起那个已经酸了的手，或者是已经累了的腿还是这样一起来今天我在阳明山也是一个培灵会，连讲4小时。之后我没吃午餐，就赶快从阳明山开车下来，赶到这里来也是带着这种热情我盼望大家这个热情不断耶稣再来的时候，都看到我正在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就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这个人打败850个先知，没有得一张奖状，还逃亡还饿得要死，还累得要命可是上帝问他，他仍然说什么？我正在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
愿这个大发热心永远持续在我们当中啊，也是神的话语持续在各个角落，台湾遍地要听到读圣经的声音。纪念大家，祝福大家哈，谢谢。感谢主，非常谢谢我们的叶副理事长。那么我们有高雄的代表，还有嘉义谢丰龙牧师啊，我要给他免礼一不？免哈啊，那么他是在嘉义在嘉义的基督教医院，那么也是在高雄，都是非常好的同工哈。他刚好明天要来台北讲道啊，感谢主啊！我们在座的代表，上帝都纪念你，阿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奉献。那么一个基督徒要知恩、感恩、报恩，这个你知道感恩，知道报恩，你为上帝的家，上帝必照顾你的家。我们会支持整个的我们推动读经运动，让上帝耶和华祝福满满。那么在我们举行奉献的时候，圣灵有感动你，我们就愿意委身愿意说，我在这里，主啊，一切都是你的，我愿意甘心乐意的献上，把最好的献上所以呢，你口袋最大张的奉献给主，上帝100倍的祝福你，阿们。好，我们呢要请陈爱美老师再来为我们来献诗，他的脚钟也是遍传全世界的。那我们就请爱美唱第一首完了以后，我们就来说奉献。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I was blind, Lord, but now I see.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只是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主啊，主啊，你的恩典向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若数点，比海沙更多。谢谢你，主耶稣，帮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无失丧，竟被心毁，瞎眼睛的看见。我们把手放在心上，一起来唱好吗？来，我爱耶稣，我爱耶稣，哈利路亚。我永远爱耶稣，我爱耶稣，我爱耶稣，我永远爱耶稣。
是奇恩典。Amen。感谢主，真的是我们一生都是奇异恩典。我们以前的风闻有上帝，现在大家都亲身看到我们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送一份的这样小小的每日研经释义，帮忙解释读圣经的还有警醒预备主再来还有我们读经会的代祷信你如果要知道读经会到底在做什么呢这个里面都有按照进度请你们也在祷告当中也为我们祷告。那我们每一个人有一本送一本每日研经释义，这是解释传道书、撒迦利亚书、以斯帖、耶利米以及撒母耳记上的等等的非常好的书，你就一天一篇一天一篇来读。有时候自己读圣经看不懂，你就读这一本，那你就更了解所以我真是感谢上帝我个人就读了38年，因为我从没有信到信耶稣，今年刚好38年，这一本对我一生影响最大。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立定心志，很久靠主。那如果在座的教会或者是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把要定过的研经释义你们就把它写下来，非常好。我们后面我们的读经会给你预备，会寄到你的家。我们有终身会员，来，请陈仲伦长老列起来。我们有终身会员，有荣誉会员，还有我们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给大家有这样的机会。什么叫做终身会员呢？那我现在先做一个报告。终身会员呢，好，如果你愿意成为读经会的终身会员，我们就会送这一套整本新旧约圣经的解释，整套的这一套会送给你。还有每一期譬如说这一期的，那明年1到3月的就会每季寄到你家，寄到耶稣再来都免寄因为什么？一次奉献2万块，那么这一套给你，还有新的版本，一直寄一直寄。那我们的所有的代祷信以及所有的资讯，我们都会为你祷告，几千人为你祷告，这是终身会员的一个好处。我们还有一个奖状。那么不止这样我们参加终身会员的呢，我们还有一个终身会员的一个卡片。你凭这个卡片那到读经会购买我们一切的书这个卡片呢，一律7折，一律7折。这是一个终身会员的好处就是我自从38年前得救信主，我大概隔2-3年我就参加终身会员，到现在读经会每一期都会寄到我家来研经释义，所以我就不会断，那更有系统，那这样让我们出埃及，而且能够进迦南。现在很多基督徒到现在还没有把整本圣经读完。那牧师在鼓励说要读圣经，有了从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说不能出埃及，那么再下一次又读，又从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又不能出埃及。那么感谢主，如果用这一本研经释义呢，让你出埃及进迦南，而且还到牛奶与蜜之地，太棒！它里面呢这个主题大纲，那么叫你默思，还有祈祷，还有经句背诵。还有不止这样有这个小组的教会小组分享题目都给你写好了，家庭礼拜也都可以用这样来做那么团契也可以，主日讲道。现在我在纽约很多教会主日讲道都是用它的主题，一个礼拜当中的一个主题，把一个礼拜的精华全部在那边分享，自己读一次，又小组一次，牧师讲道又一次，好像牛还熟牛还草梦想再一次，已经咬得非常的细了，非常棒。所以我建议在座的牧师，或者是你们有教会，你们就可以到后面后台，那么到读经会那边去订，我要终身会员，或者是我教会要全部要来用研经释义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说那个高雄灵粮堂，我这次去他们订650本，啊，他说我今年到12月要1000本，他有定目标，啊，所以一步一波，看到每一个人都在读经分享，很棒，啊，所以欢迎你可以订终身会员，我们也有荣誉会员，还有读经之友，啊，还或者是5年2000块钱那个函授课程也有，请你们就可以照着我们所刚刚给你的资料，你可以来参考。好，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产品，我顺便来介绍。刚刚有许文龙老师的这个非常震撼的，他唱的非常的歌剧的歌，还有圣乐，还有陈爱梅老师所唱的他的这个生命之歌的等等的这个 CD 都有，都到后面。那读经会还有很多的教材，我顺便在这个地方也来做报告。像这个也是生命之歌，有中式、台式、华式还有一些专业的等等金鼎奖的等都一起有唱的生命之歌我也有唱的，就是我本身也是在这个团里面，跟艾美他们都一起都在这个唱。那其中有一位蒋忠，他是以前当歌星住在我家住1年多，我带他去参加这个早祷会，最后上帝呼召他去祷告山禁食祷告40天，只有喝水40天，他竟然能够作词作曲自弹自唱，里面的都在里面，他自己写的，很多人听了都流眼泪，很棒，很震撼还有那个美丽人生那么这个叫做人人传道，我可以带人家信耶稣，5分钟带一个信耶稣，这里面的要领秘诀都在里面 VCD 这是到美国哇销很大，他们很多人都需要来领人归主这个在里面。如果你需要做文字事工的，如何写书啦，如何编周报啦，做文字的事工啦，我们这里面有专门在做的最顶级的，从英国来的，教导你如何来写作来做这个编辑。那么这里有一个叫做全世界最大的布道家，叫做布永康，他在非洲1个礼拜350万的人决志信耶稣不是350万的人来听讲道350万的人信耶稣。他讲一句名言：教会不是油田，教会是救生艇 ，SOS。很多人在喊救命教会设立就是要救灵魂，抢救灵魂。他讲一句名言，就是教会要抢救灵魂。他这里面有4片，都是美国好莱坞制片厂下去录制的 DVD， 非常棒。外面定价要800块这个4片要800块。那么这一本是兄弟信耶稣得救，从吃香灰，这样刚好38年。没有信耶稣的，一看一定信耶稣如果是主内的，一看我跟你讲，他更火热。我们在新竹有一个来富饭店的老板，我带一个歌星去那边演唱，他招待我免费在那边住1个晚上。结果早上请我们吃早餐，我就向他传福音，当场就决志，我就送1本，说你招待我饭店那我送1本书给你，签1个名。他看了以后打电话来，就给我买几百本。我说你买那么多要干什么？他说我的饭店的房间每一个房间换1本，给来这里住宿的人就可以看到来信耶稣，而且要的话就送给他。你看刚刚信主出炉的就有这样的想法。你要送就可以，你要看也可以，所以这个是一个布道领人归主信耶稣的非常精彩给各位做这样的报告。还有儿童读经，这是读经会最专门的，从8岁到12岁，不止成人，儿童读经特别时光，有第1集、第2集、第3集，这个1本读6个月。所以如果你爸爸妈妈为了孩子，你把小的时候就把福音传给他，到老都不偏离这是这个特别时光。如果你要读圣经，展翅上腾非常棒，让你如何读圣经的要领跟秘诀。好，这一本是圣经，这一本圣经1本等于2本，有和合本跟新译本，很棒的。他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主导文说不要叫我意见试探。其实里面的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说不要叫我陷入试探，陷入跟意见意见是拄着，陷入是保留起来的，不一样所以很棒。
1本等于2本的解释，你可以多了解一下圣经里面的真正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外面要800块呢，我们读经会600块呢，说都凶呢啊！所以你们要的话，可以到那边去参考好。还有我们这里有这个陈长老哈，他是以前在做这个拐杖公司，他现在要捐给读经会，愿意把这个所有的全部就是奉献给读经会做义卖的工作。好，这个外面一支要350块，对吧？啊，你今天多少钱？啊，150块。啊，不是安尼呢，还送一顶帽子哦。你看，啊，佫不是安尼呢，还有一个袜子，哦，还一双袜子。我跟你讲哦，半袖衫，哦，150块。本来要350块，你看有缘投无？哦，啊，佫这个拐杖啊，可以伸缩的，不生锈的。所以如果感恩节啦，或者是圣诞节送礼物呢，找他就好。那么也是支持读经会一切的事工，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好，我们就简单做这样的一个报告。如果需要的话，后面有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摊位哈，做这样的一个报告。好，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请这个阳明教会龚建成牧师来给我们做祷告。那我们现在请大家都站起来，来同声开口来祷告。那么祷告为几个祷告事项呢，我们就请龚牧师来给我们做报告。那么为今天感谢主啊，为我们教会的复兴等等。那么他祷告，大家祷告完，我们再请龚牧师呢来给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啊。那么也为刚刚的奉献来祷告，愿上帝百倍赐福你。好，我们请龚牧师。龚牧师是从菲律宾跟师母来台湾做宣教，非常爱台湾。在台湾委身做这样的拓荒的工作，还不止在台湾，还到中国大陆去做非常好的这个教育的事工。我们请董牧师来给我们。好，感谢主的恩典。下面我们有几件事情要请大家同心合意来祷告。第一，我们要为我们的桃园的读经会今天能够成立，都是神的恩典。我很喜欢台湾。特别喜欢桃园，因为桃园是我们国家的大门口，这个地方是我们需要守望的地方，所以我们身在桃园，又在这里建立读经祷告，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第一项，我们先为这个桃园的地方，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桃园这个国家的大门口，我们来为这个地方守望，来祷告。主啊，因为你当我们读圣经、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要来为这个国家的大门来守望，让一切的魔鬼撒旦的邪灵没办法进入到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众牧者在这里，众弟兄姐妹、众同工，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主，你来垂听，保守这个土地。谢谢耶稣，你爱我们台湾。谢谢主，谢谢主，荣耀归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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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第二项，我们来祷告，我们为台湾将要选举来祷告，愿主兴起合他心意的仆人或者是司理来管理这块土地。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的明年的选举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为着明年的选举来祷告。主啊，你保守我们这块土地，我们的国家的执政掌权。主啊，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来垂听，愿你兴起和你心意的仆人或者使力来管理这块土地。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台湾，你爱我们2300万的台湾同胞。主啊，愿你赐福给我们台湾，让我们选出和你心意的仆人来管理这块土地。我们为每个执政掌权来祷告。主，你恩待我们台湾。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本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也为着所有台湾的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的祷告，愿主来兼顾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的信心。我们同声开口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台湾，我们就为台湾的每一个牧者、长老、执事同工弟兄姐妹来祷告，愿主你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能够做光做盐，成为主台湾2300万同胞的祝福。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爱我们台湾。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
肢体都能够合一在你的面前来荣耀你。谢谢主，谢谢主恩待这块土地，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最后，我们为我们国际读经会在台湾，在全世界，我们遍地开花，是吧？设立更多的读经的祭坛，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在上帝的话语的带领下，为每一个地方来守望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着国际读经会遍地开花，在全世界，在台湾每个地方建立分会的时候，你与这些同工们同在，让他们在每个地方能够成为牧者、牧师的好帮手，能够看到每个弟兄姐妹复兴起来，他们愿意在教会的事工上有份。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让这个台湾完全被你翻转。谢谢耶稣，荣耀归给耶稣。谢谢你，谢谢主，谢谢主。主啊，我们谢谢你看到今天在桃园设立了读经会。主啊，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祭坛设立是为着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求你兴起我们大桃园的这200多间的教会，我们只有一个心，就是要来读你的话语，就是要从你话语的当中，我们得到亮光，我们更加的爱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我们为所有的执政掌权来祷告。主啊，让他们每个心都被你反转过来，让他看到主你是独一的真神。谢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成立这样一个分会，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巴不得求你，让我们国际读经会在全台湾真的是能够遍地开花，荣耀你的名。谢谢主，祝福我们以下时间继续的与我们今天所有来到的弟兄姐妹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请坐。谢谢孔牧师，感谢主。我最后再做一个补充报告。竹东那个已经筹备会成立，那么在明年的张会长你来正式邀请，明年你出来，明年1月几号来？1月几号给大家报告，欢迎到竹东来，大家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会长是竹东的会长，掌声鼓励。好，刚刚出炉只有4天而已了。大家平安。那我们预定明年的1月14号，元月14嘛？不是14哦，应该是15哦。15就选举的第2天。对。在竹东新竹县竹东镇，那地点我们在协调在公布啦，但是基本上还是在我们的那个信望爱或者是我们圣洁会。那因为考虑地点，还有因为看了音乐还有献诗那人手，因为我们2个教会他们的，因为我是属圣洁会，他们信望爱实际有多少人力还不知道那我们到时候回去协调一下特别欢迎各位大家参加谢谢，祝福各位每个教会多爱读经，多爱祷告，成为火热的人感谢。感谢主，感谢主。好，那么也代表嘉义嘉义已经筹备会已经完成，是嘉义北门长老会北龙了，对不起，北龙长老会的潘恩胜牧师当会长。潘恩胜牧师是一个很年轻，而且他愿意来做推动。那读经祷告祭坛就在北龙长老会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谢牧师请你站起来一下。谢牧师也是在嘉义一起筹备成功的那么他也是在那边来北龙长老会感谢主。所以希望我们多多为嘉义也来祷告，竹东来祷告。那么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辖区可以祷告，譬如说各个地方各乡镇都可以成立读经的祭坛，阿们让我们不要只是我这里来这里点了以后，全地都要遍地看到圣灵的恩膏，要祝福我们台湾这块地。好，再来一个报告，12月4号、5号，12月很快了在下个礼拜4号、5号是我们读经会全国的这个目标的导向我们要在桃园的桃禧航空城酒店，我们在那边请各位委员同工预备心来参加我们的这12月4号、5号
那兄弟特别安排从美国啊，有一位非常有恩高的卓摩西牧师，很棒的一个传道人。他现在他是新加坡人，在美国攻读博士啊，这个的学位。那么他在美国牧养教会，我到美国他都邀请我到他教会去布道、去培灵、去推动读经运动。他的教会都是一起在读圣经。他刚好路过啊台湾，要到美国，所以我就特别请他12月4号、5号，他要来给我们分享他牧养教会以及说宣教很多用生命侍奉。他是一个祷告的牧师，也是一个读经的牧师，来请他来一起跟大家分享。请我们的桃园分会的干部12月4号、5号，就4号是礼拜天，礼拜天的下午开始就可以住进饭店。那礼拜天晚上我们一起爱宴开始，那么晚上正式聚会。那么请大家用祷告的心来托住，愿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主。好，我们来颂荣，来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来读来唱这个。完了以后，我们要请我们的桃园分会的会长郑牧师来给我们做祝福的祷告。来，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真正的平安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慈爱、圣灵的安慰帮助，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特别与各地方的读经会同在，与所有愿意读上帝的话语为他生命的引导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